点按超连结，第9项，读你。歌唱影片呢？影片资料库，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号的呢，在 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发布，然后点按超连结。那现在要把这个影片加入播放清单，点按右下方画面右下方3个点，然后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到这个以及事先建立的播放清单，然后勾选，按完成。